台北大巨蛋这个月18就要来办测试的比赛，也毋过呢，这民进党的议员金安是跳出来批评讲，前市长霍龙斌也阁有瓜问题，拢是甲这个道生的通道，对80米减做18米，就连即卖的市长蒋万安也是无要意，直接核准这个执照，全部拢放外。台北大巨蛋18就要举办测试赛，开放13000人一场。不过，未少议员会勘了后发现未少问题要改善。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初7举行记者会批评，大巨蛋公然违反环评，原本规划要开80公尺宽忠孝东路地下通道，即马只开18公尺宽。若被3任市长连手放水，无顾民众逃生避难规定，绝对会死人的。当时痛批远雄大巨蛋，号称自己依法行政、公开透明的柯文哲，真的公开透明欺骗环评啊！因为地下通廊它的宽度不足，造成了灾情，甚至是民众生命的损失，相关的责任谁要来担？议员指出，无论是2003年台北市政府家己企业规划，或者是2006年甲远雄签订 BOT 的环评报告，拢明白写出通道应该爱有80公尺，作为疏散真正功能。2010年观察报告也讲到，不过即马只有18公尺，远雄是不是因告台北市政府违约呢？远雄它目前已经把那个连通道跟这个就是这个地下通廊已经连接了，所以它目前是没有违反环评法的问题。连接的那个部分，如果要做变更或者是要做调整的话，应该还是会要求要做报备。针对这期环保局回应表示，通报减少并无违约，那议员有疑虑，爱请环境部函实。不过议员也是要求远雄定送观察分析报告，而且在审议通过进前全部停止大巨蛋的使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